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0月初10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9节到56节，申命记第5章第1节到21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新造的人。有人讲算笑讲，如果感觉内底会通听到内底人拢讲，伫遐咧发愿望讲我无罪啦，我是无辜的啦。但是若经过教会的边仔，所听到内底人拢讲是我是罪人，或者是讲赦免愿这个声音一直咧讲。是啊，基督徒的信仰基本上就是爱互人认罪悔改，然后才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上帝呼召的，毋是要呼召义人，乃是罪人。耶稣基督也安尼讲，耶稣应讲，健康的人无需要医生，患病的人才有需要。我来毋是要钓义人，是要来钓罪人悔改。安尼，这是伫路加福音第5章31节到32节啦吼。照安尼理论来看，上帝的工人，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拢袂是义人，嘛袂是迄种完美的，迄什么拢已经是准备好的吼。并毋是完美的人，就较无好啦吼。你像这个意思是讲，大部分呢，拢是掠做家己是完美的，伊都袂晓去谦卑啊，无愿意生命互改变，无愿意降服伫上帝。上帝所要拣选的这个仆人，其实是迄种自认为无够完美，愿意谦卑，会当愿意服侍，生命会当受改变的人。出来去卖以色列人伫西奈山骹甲上帝三角立约，因对摩西安尼讲：迄时山里有火，恁听见有声对黑暗中出来。恁逐支派的领袖甲长老拢来我遮，恁讲，你看，上主阮的上帝，互阮看见伊的荣光甲伟大。阮阁听见你的声对火中发出。今仔日阮才知，上帝对人讲话，人要会活。这个大火会甲阮烧死。阮若阁听见上主阮上帝会听的声音，一定会死。阮哪会冒性命的危险呢？兼有人亲像阮听见永活上帝对火中讲话声，也袂当活地。你着真正去听上主阮上帝所要对阮讲的话，将上主对你讲的话，拢甲阮讲，阮要听，嘛要实行。阮要听，要遵行。这个意思是讲，阮的生命愿意去互上帝改变。但是，咱注意看今日的经文，以色列人还阁有一寡保留，因叫摩西去听。因无愿意去听，因无愿意死。过去伫埃及的生活是退落的，但是现在伫西奈山骹却讲愿意立志遵行上帝的诫命，互因的生命得到改变。摩西伫西奈山领受着上帝的诫命，也将上帝律法宣讲互以色列人听。
这个目的就是要帮站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来遵行并且改变因的生命。伫礼拜日主日的信息中间，牧师分享着活出改变的信息，也毋望兄弟会当清楚家己的生命甲上帝的关系，也决志成做一个愿意互上帝改变的基督徒。摩西甲以色列人讲：恁对我讲的话，上主有听着。伊对我讲，我有听着。这个人对你讲的话，因讲了真对。毋望因存这款的心敬畏我，常常受我的诫命，互因甲因的子孙永远得到福气。你去甲因讲。恁倒转去家己的布片，摩西，你着徛踮我遮。我要将你所着教示因的诫命、规例、命令，拢甲你讲，互因通伫我赏赐因的产业的地来实行。所以恁着切实来遵守上主恁上帝的命令，毋通偏倒。也毋通偏右，恁拢着行上主恁上帝的命令，恁行的路，互恁伫要去占领的地享受福气，久长徛起。只有生命愿意被改变的人，才会通得到上帝的祝福。申命记第6章第1节到第3节，摩西安尼讲：下面是上主互恁的上帝吩咐我，着假是恁的诫命、规例甲命令，互恁伫要去占领的地来遵行，通互恁甲恁的子孙一生来敬畏上主恁的上帝。敬畏我所命令一切规例甲诫命，互恁当会受以色列人，恁着听，着切实来遵守，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，伫流年甲蜜的地来得到福气，人业加添真济。保罗伫写互哥林多教会的批信内底嘛，提到着甲基督结连的基督徒就应该诚做是一个新创造的人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这个经文其实咱真熟。保罗讲安尼，无论什么人，若甲基督结连，伊就是新创造的人。旧的已经过去，但拢变成做新的。这段的经文咱较熟的是和合本圣经的翻译，伊安尼写：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基督徒的生命必须爱互上帝来改变，才会当甲旧的生命隔离会无共款，才会当领受新的祝福。因为只有借着去互上帝重新创造的生命，才会当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。圣经安尼讲，这的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，伊通过基督，互咱甲伊和好，佮将互人甲伊和好的职务交代互咱。阮所传的信息是安尼：上帝通过基督，互世间人甲伊和好，无佮追究因的罪过，佮将这个信息和好的信息来交托咱。所以，阮做基督的代志，上帝通过阮甲恁苦劝，阮替基督甲恁求，着甲上帝和好。
上帝互无罪的基督，为着咱的缘故，真做有罪，互咱通靠基督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。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生命的改变，互基督徒会当甲上帝重新有好好的关系。诗篇119篇49节到56节，求你会记得你仆人的应允，因为你互我有盼望，你患难中间我得到安慰，对你的应允我得到活命。骄傲的人一直侮辱讥笑我，要求我毋捌偏离你的律法。上帝啊，我会记得你古早以来的规例，对这会得到安慰。我因为遐个弃杀你律法的歹人，起大受气，亲像火得到。我无论出外去倒位，拢用你的规例做事我。上主啊，我眠时会记得你的同在，遵守你的律法。我得到福分，是因为我有顺从你的律例。感谢上帝赏赐阮恩典，帮助阮脱离旧的性命。阮会通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互阮的性命重新被创造。领受你的救恩，感谢基督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